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神是咱的避难所，是咱的力量，是咱伫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然改变，山虽然摇动到海心，中间的水虽然平静翻腾，山虽然海中已见到，咱也无惊吓。旧约圣经诗篇46篇第1节到第3节。有时阵咱徛伫海岸，伫咧观看着潮水，潮水一波搁一波涌来，总是咱的心以山做伊的界限，并且反复讲：你讲我用呢，到这为止。所以我的心无惊吓，我坦然无惊吓，徛伫遐。世间上的代志一波未平，一波又搁举起。真小的火焰也敢亲像海涌向着咱涌来，但是绝对无有一个涌越过着神的命令，因为神已经为因规定界限。咱人应当惊吓神，毋通惊吓世间的代志，甲世间人。惊吓的人拢是袂记得了神的带领，疑心神的带领。所以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5章21节、22节内面咧讲：牛糜无底的百姓啊，恁有目睭看袂到，有耳袂当听。现在当听这个话。耶和华神讲：恁怎会当无惊吓我呢？我以永远的定例，用山做海的界限，水袂当攀过。因安尼，你伫我的面头前，还佫无战兢袅袅带嘛。波浪虽然翻腾，却袂当越过；虽然风兴雨吼，却是袂当过去。神的话，伊的真理，伊的应许，永远拢是袂改变。敢若亲像山做海的界限，水袂当攀过。人应当爱惊神，袂当攀过着神的真理准则。神用了万物来启导咱孤狂的心。百姓背个神，无听神的话，无追求三神永远的福音，更改了神得救福音的法则。海水都拢顺服着神，互因永远的定律咯，无攀过着海边的山。人却无惊吓着神，来攀过着神的律例。因安尼，透过着先知伫咧警告讲：牛糜无底的百姓，恁有目睭袂当看见，有耳却是袂当听。咱若是认真听神的真理，用心看神的作为，就要看见着神的荣耀，来体验神的带领。愿神来启导咱心中的目睭，互咱真知影伊，真入捌伊。求神来拄起着咱心中的愚妄，甲无神的恶心，互咱会当透过着世间上一切的波浪，看见为海水划定界限的神。神安那为着大海的波浪定了界限，神也为着临到着圣道的苦难定了界限。咱人应当爱来挖靠着真神，就毋惊真大的人生波浪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试看卖无？神是咱的避难所，是咱的力量，是咱伫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然改变，山虽然摇动到海心，中间的水虽然平静翻腾，山虽然海中已见到，咱也无惊吓。旧约圣经诗篇46篇第1节到第3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